在德鲁古的社会里面，每一块布匹的背后都有一段辛苦的故事与过程。不管是从种植苎麻，或者是采收，整个制作苎麻线的工序都非常的辛苦。当制作好苎麻线后，妇女们会开始整经，理出自己想要的图文。整完经之后，会将所有整理好的经线放在乌本上，开始的咪눈。每一个细节，每一道图文，在经纬线的交错下，不断的结合，不断的产生，到最后织成一块具有灵力与保护的布匹。Manu kani, kabang kani,